安静一下。哎，美女，你少一个。来，我打动我吧。不行，还可以一下，照不了。王哥，再退一点，再退一点。你退一点啊。这。两边的男性在。哇，这个我关键。你动一下。现在基本上都在打汉字的来，全是中国人嘛。什么都有。都不晓得。台湾比较多。那一边，你这个名字吧？就是这个名字。我是看我这里。歌曲名字。对。歌曲名字的，我不知道。你们知道？你不要问他，他啥都不知道。一问三不知。这个没有打开啊。这个没开。想起票就小个点，好吧？这个可以了。就是要小一些。哎，那个 YouTube 上有叫那个Tibetan Girl、Tibetan Dance， 你晓得他们是哪个吧？这个单元的视频。啊，我就看他们那个粉丝还比较高。它是全是竖屏，一直按那就是。它是全是竖屏的嘛？它是竖屏涨粉很快。啊。不全是。
没视频看，可以把它对到起。来，把你移过来。不要欺负小孩子，是小孩。变成小孩子了。行吧。我为什么这个跳起就不能噻，跳起就不能，他不跳就能很。还有个不行啊，还有。无尽的叫。
已经在直播。错了就错了吧。
再来很好。 不断取证和手段带走。
那个再给2个链接给你吧，8个对啊，很热乎。我们要看的是方块状的，没有，在屋里面耍。娃娃要陪他耍。屋里暖气，25、26度。有些就是他看你看到他就很突然很苦瓜的那种，看到你是这儿火，他就随时都是。那浙老五那个也是啊，他的浙老五以前那个和那个结婚的那个。啊，有那个抗那个啥子小抗生素那个小一号啊0号。0号。我提前他们两个是这儿唱的，以后可能只有一个没得。
很短这个。谁清扫啊？有个提示，谁错了谁谁清扫啊？不能这样子。稍微靠近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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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近一点。那动作带一点。这个是啊，刷了啊。啊，对，乱说哦。好，不刷的话您请客。您请的话，妈走了，先办了啊。还有点什么？开车了？来吧。来3、这都是个小的。这个是面啊，再是做火锅啊。只有2分钟左右。面啊面。面对对。再做个火锅啊。我有点害怕。准备。你可以往就中间。咱们前面来这儿。可以。可以了吗？
了嘛。是几度？多少块钱？11点多12点。说的是。这样要降温的嘛，3到5度，每天3到5度。声音最大的就是吴京的声音最大，比那个声音还大。够了，都冻死了。给没带孩子，还洗澡，每周要洗澡。哎呀，娃娃不让带他，他要陪他耍。再过一下，就中间那个一下。我明天3到4，这个后天的3到5。练习下换位置，换位置。有问题。明天3到4，明天不一样的。昨天能咋看到一点？那个不错，要磨几天去。多少个光了啥了？12、14、26。第二段第4段好位置啊！第二段第4段好位置。我下的是联系通啊。这3到5度的嘛。你的头你找那个球头的，3到5度啊！我真是的，到6。你这样出来一样。那反正每天都这么走。你说今天晚上要下雨啊？今天晚上下雨吗？哦，几点钟要下雨？你终于来了。对。11点第2段和第4段换位置啊！第2段和第4段换位置，一共4段。我说话嘛，就你们听一下啊。先试一下吧。啊，我没有了，我26岁。不换，一三不换。啊！不换。和他去争第1排，快进或者是耍第2排是让他走西西和5多嘛，这练了身体也是个练了，今天他们就吹大的事儿。好了，明白了吧？这样你来换球，不要去换。换晕球了，老老师跳不行了，换来换去，有点造型嘛，这要好，要视觉效果要好点的。我可观赏性了。我站后排的。
交替一下。这边有的也有，前头那个后头那边这边是外王嘛。哦，错开的，错开的。麦基再过去一点，麦基啊，对。好了，不上去再过去一点。哎呀，开始了啊！正式表演了哈。电了。阿姨。好。